新闻相工作于109年8月20日在东华大学美伦校区办理109年太鲁阁族语真人研习暨族语字词典查阅说明及读者回馈研习开训活动。新闻乡长玫瑰特别到场关心。本次办理进阶之族语培训相关课程共计3天，共计35名学员报名参加。课程将针对语法结构、实作课程、延伸词应用以及工具书使用等进行培训，期望借由精心设计的族语专业课程，能够培植更多族语的专门人才，提升太鲁阁族语文化复振的效率。新闻相工作美宣组报道。